好，咁你睇一睇咧，以下呢幾個題目咧，你都會發現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佢哋個三條邊裡面有其中兩條邊咧，都畫上咗同一個符號嘅，都畫咗一畫喺度嘅，或者有時候你會見到兩畫啦嚇。咁其實佢哋呢啲咧，我哋稱之為係等腰三角形，等腰三角形，即係話有其中兩條邊一樣㗎。咁等腰三角形除咗兩條邊長度一樣之外，仲有啲咩特性呢？就係佢哋對住嘅角嘅大細都會一樣。即係咩意思啊？而家呢條邊向住嘅角係66度，呢條邊向住嘅角係呢隻角 ACB， 咁即係話咧，呢兩隻角嘅大細就會一樣㗎啦。隻角 ACB 咧係等於66度，因為佢哋係等腰三角形嘅底角。好啦，知道咗呢隻66度嘅時候，咁 x 好容易揾啦。x 加66度加66度就會等於180度啦。咁因為係嗰個嘅三角形內角和啦，三角形內角和。咁即係話個 x 咧就會係將兩個66度掉入個變咗做減啦，所以呢個 x 咧就係48度啦。好，咁呢邊咧，今次我哋兩條相等嘅邊喺度啦。呢條邊對住嘅係呢條，呢條邊對住嘅係呢一隻角啦。咁即係話，而家隻角 ACB 就應該係同呢隻角嘅大細一樣嘅咯喎，底角唔一定喺下面啦。咁啊對翻攞翻兩條相等嘅邊對住嘅角，咁嗰兩個就一樣，所以角 ACB 咧係等於 x 啦。呢個係等腰三角形嘅底角。好啦，等腰三角形我哋可以簡化啲嘅，畫個等腰三角形嘅符號出嚟。即係加多兩棟落去啦。咁話俾你聽，呢個係等腰三角形嘅底角。好啦，咁即係話我以 x 啦加 x 加 x 等於180度啦。呢個係個三角形內角和。好啦，以 x 加 x 加 x 即係總數有4個 x，4x 等於180度。咁一個 x 會係幾多啊？心算下。冇錯啦 ，x 咧就會等於45度，係咪好容易呢？咁啊，同你睇多一條嘅啫噃。咁我哋睇一睇呢一度啦，嗱兩條都好類似嘅。咁你會發現呢，而家我俾咗隻外角你喎。咁第一件事你揾翻佢裡面隻角係幾多先啦？呢個會係好啦，揾裡面嗰隻角。即係揾翻呢一隻角係幾多啦？因為佢有度數俾你啊嘛。我以呢條為例，咁呢隻角 ACB 呢，個 ACB 就會等於180減112度啦，因為同一條直線啊嘛，即係直線係鄰角關係。180減去112嘅話，即係話呢隻角會係68度咯喎。咁我留意下啦，咦？我而家兩條相等嘅邊喺呢度喎，好啦，咁即係佢哋對住嘅角呢隻同呢隻都係一樣啦。咁 ACB 係68度，隻角 ABC 呢一隻咧都係68度。呢個係等腰三角形嘅底角，而呢個咧係直線上嘅鄰角。好啦，咁我個 x 係幾多啊？你有兩個方法做，一係三角形內角和 x 加68加68等於180，一係你用三角形嘅外角去做 x 加68等於112，咁隨你揀邊個啦。咁譬如我寫翻x 加68度乘2等於180度啦，因為我有兩隻68度角啊嘛。咁我就會將呢個數咧掉過去變咗做個減啦。即係減翻68乘2，所以 x 咧就會等於44度。咁外角嗰度咧你要小心啲喎，其實你要留意翻乜嘢叫做外角喎。咁外角有個定義就係佢一定要其中組成佢嗰隻角嘅其中一條邊咧，一定要係本身嗰幅圖嘅嗰個圖形嚟㗎。咁譬如而家呢個三角形
ABC，你會發覺62度唔係一隻外角嚟㗎，因為你發覺佢嗰兩條邊都冇一條邊係黐住咗呢個三角形嘅，咁所以留意下62度不是外角啦。咁點做啊？咁第一樣嘢，我揾翻佢對照住三角形裡面呢隻角，其實佢係幾多度呢？因為話咗俾你聽，呢兩條都係直線啊嘛，咁所以嗰隻角 BAC 係等於62度，因為佢係對頂角啦。好啦，然後兩條相等嘅邊喺度，佢哋對住嘅角一樣啦。咁即係話而家呢隻嘅角 B 同呢隻角 C 應該一樣啦。隻角 ABC 等於 X 啦，等腰三角形嘅底角。好啦，咁跟住咪用翻三維攞個喎咯 ，X 加 62度等於180度，咁 x 加 x 即係2x 啦，加62掉過去減去62，咁即係話呢，佢會係等於118度啦，乘2掉過去除2，咁所以個 x 呢就會等於59度。希望你可以完全掌握得到啦。